哎，哎呦，对不你来了。起，对啊，我迟到了。哎呀，冇要紧啦。哎，谁叫我人生地不熟啊，还想要深入客家中啊？对呀。所以你看看，因为不太熟这个地方，所以要把你给叫出来。哎，我还感到有点按排 C 呢。唔怕唔怕，刚好敏峰老师堂这2个地方我很熟啊。但一款懂神奇的东西，为了补偿你等我那么久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走，那就靠你喽。好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哇，哎，这里的风景懂强哎。对啊，你看火把虽然强。哎，不过这个要黑马该吊桥啊。哦，要吊桥啊，叫做新凤桥、新丰桥。民丰那边的人呢，他们每次有大拜拜的时候，都会到新店这边来，所以这条桥就叫做新丰桥。而且你看这个桥做得好坚固哦但是如果我们碰到那个小朋友啊，如果在上面又跳又叫又摇的每一次走那个都好害怕哦。对，好恐怖，当电影家。对呀，哎，这个还有这溪水好清澈哎。嘿呀，火把水懂枪哈。哎，懂枪哎。哎，还有鱼呢，哇，好多那个是溪鱼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溪鱼如果拿起来炸香酥酥懂后生啊。对。可是讲一讲，我刚才吃饱饭好像有点饿哦。哎，我有带水果，真的吗？要不要来一点？对。哎呀，你还带人大不？带人懂要嘛个？对，还有水啊，可以让你配一下人大，还有干妹。嘿，按多充电的，然后是较强地位啦，带多按多。好了，那现在干面也给你了，水也给你了，人大也给你了，你不能只到来夯吊口就可以啦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拿你的人大炮都带你行那我带你去走民丰古道、民丰骨头好不好？骨头。对呀。哎，好像也不错哦。对呀，风景懂讲哦。好啊。所以好讲客家话，可以多多了解我们的客家文化。你看看，我们可以喊骨头。还有宽吊口，哇，这是人生最棒的事情，而且还有内涵哦。对，心情变得更开朗。我们走吧。走。胜利，客家庄，做闹热，吊桥。